晨9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26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来关心上新的消息，继续关心高雄大厦一个4个月大的查某婴仔，那亲像是去互伊的老母娘咧活活饿死。社会局调查，这个31岁姓陈的妈妈，伊是单亲，一个人请养2个囡仔。中秋过后，就无甲4个月大的红婴仔送去托婴中心。23时是通报讲囡仔已经过身。检方审问了后，已经依照杀人罪侦办。法院嘛，甲这个妈妈受压。高雄大厦这安宁的社区所发生查某婴仔死亡案件，31岁姓陈的单亲妈妈，疑似照顾疏失，将4个月大的查某婴仔单独留伫厝内，一直到6天了后，才互外界发现已经死亡。迄也要咱会煞甘甜，对无？他说他小女儿要想要寄托给寄养家庭，因为他说他没办法抚养。根据了解，这妈妈有2个查某囝，分别是岁半甲4个月大。今年5月经过通报列为脆弱家庭，由社会局协助税处经济补助甲梅涵托育服务。9月初，大查某囝因为班顶有肠仔病毒停课，连这汉查某囝也请假，一直到中秋节过后也无送去托育。23才告伫托婴中心，查某婴仔已经死亡。中间以后，案母请假没有送案主送托。直到23日，案母告诉案主疑似死亡，社会局立即叫救护车并通报，发现该婴儿已死亡多时。检察官同时指挥警察到现场采证，并查扣相关手机证物，再传唤生母到场。经检察官讯问被告后，认被告犯杀人罪嫌重大，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姓陈妈妈不明原因涉嫌将查某囝单独留伫厝，面对警方审问，验指讲查某囝出现食疲累情形，检方依照涉犯杀人罪嫌重大，向法院声押禁见核准。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咱国内超市进口2个证据，甲单已经差不多要1年。北检礼拜2时去敲嘛。找人问话，落尾超市公司的负责人是以200万交保，量采公司的负责人以100万交保，另外3个人来做被告，红约谈的官员2个人无报请回。也那将中央畜产会的专员是以50万交保，专案即嘛是向道理和家当早起的方向来侦办。清查真正式半暝建立第一检署，中央畜产会正执行长陈中英，嘛是现任农业部副署长，幸好无报请回。有在定一些什么规则？共款请回，国畜产会正家禽组长蒋英泰，嘛当时畜产会5专员交保50万，不过3个官员拢互列作被告。北检所侦办的，就是超市进口2个案件，由立委丁人去年提过，国经过监委纠正。检方经过1年开始行动，承办检察官和郭明德政治现金案是同一人，24嘛约谈超市甲量采公司的负责人甲员工。有什么好澄清的？透明证实了后，以200万交保，伊是超市负责人郑武桥，方指控成立一人公司，资本也干那50万。伫去年国内欠2个时阵，伊煞有法度冒着官方上亿的补助，进口巴西鸡卵，负责的畜产会互检察院点名。用阮超市用违规的方式请款，唔对的单据嘛照收，阁无查到国内鸡卵的产量已经慢慢回稳，所进口的7000多万粒鸡卵，超过5400万粒，最后拢销掉，甚至阁有其他的争议案件。去年开始，国内的鸡卵都无够。畜产会找超市负责人的查某囝吴如辉，协助联络量采公司，负责买日本卵。不过下半年量采无续约了后，该向超市买现货。因搁伫签约迄阵，超市根本就还未登记公司，畜产会嘛无落实鸡卵的验收。尤其吴如辉嘛讲有发觉到，伊一个人兼公司代表日本代理商、甲进口贸易商，顶下手拢总无来进口日本鸡卵。我想我们会配合整个司法的调查。面对进口2个风波，农业部长陈俊贵前一天是无讲什么，不过检方这届分14队所查到相关事情，敢有牵涉不法，专案向道理家当早起等方向侦办。我今天离开了。专案争议不断，当时的农业部长陈吉仲嘛为此请示，包括伊在内，甲前的畜产会董事长林聪贤等人，拢有面带提过，嘛无排除是检方后一波的约谈对象。在这个超市案那个力度跟这个柯文哲力度是不一样的。如果连陈吉仲、连林聪贤都没有约谈，我相信签名对可以会有这个非常严厉的谴责。
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所以在野党不要一再的对于个别的司法案件下指导棋。红点的林聪贤是低调不爱受访问，敢若私下回应讲，伊做代志拢真坦白，希望唔通冤枉伊。另外，电击中伫结果进程拢无法度联络到，这个案件按特审回到农业部，敢有公务员涉嫌盗利，甚至是贪污，退超书甲量菜出案，也搁爱调查。不过政治上已经开始咧攻防。记者综合报道。当再来关心天气，琉球附近有新的热带扰动，会为咱台湾带来水汽。咱当再来看温度。今仔日咱台湾是透东北风，这方面的水汽会较高。北部、东半部、金门、马祖云嘛较高，落雨机会就会较悬，而且会有地渐阵雨，甚至是雷公雨。伊若伫顶部的时，桃园以北有可能会落大雨。下晡伫花莲、台东，也有东半部的山区。东北部山区拢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中南部还有披雨。今仔日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也毋过过到了后，爱细致有地渐雷阵雨。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各地头的高温普遍是伫30度至32度，低温差不多是24度至26度。嘛要提醒乡亲，即马入秋啊早暗的温度会较凉，会较低，所以乡亲早暗爱会记得擦衫。另外，还有风台形成，气象署是指出讲，西马龙风台伫拜三的时是称做轻度风台，啊，毋过离咱台湾真远，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除了这个风台，即马伫琉球的附近，伫头拄讲的，有一个新的热带扰动，气象署嘛无排除讲，伫后礼拜一会形成风台，变作10月风台，会影响咱台湾。这几日的天气是真无稳定，一时闪大雨，一时佫出日头。气象署指出，拜三下晡2点，日本琉球海面上的低气压一定形成做轻度风台西马龙，预测拜五会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因为离真远，对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下午2点增强为第16号的轻度台风西马龙。那在强度方面呢，因为整个环境条件比较不佳哦，预估变成轻度台风之后呢，短期内又会逐渐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除了西马龙风台，琉球附近的海面上，更有新的热带扰动。气象署预估拜6礼拜有机会形成做风台，而且无排除伫后礼拜一形成10月风台，影响台湾。气压逐渐在发展，随后到假日2天，周六及周日。强度会逐渐的增强，不排除会变成热带性低气压，甚至是台风哦。那一直到下周呢，会逐渐的接近到台湾。目前琉球海面上有2个热带系统，气象署指出2个风台形成的时间无同款，未互相影响，不过有可能为台湾带来大量的雨势。气象署表示，拜四到礼拜北部、东半部有可能会闪大雨，也若中南部天气就较好，不过嘛是爱注意过到了后会西北雨。记者陈阿选谢桂玲台北报道。这2个月接伫中昼过后会有雷阵雨，造成台南的西港、嘉义这所在种满的农民损失是真惨重。农会就有估讲，今年的产量可能减一半。市府是建议农民会使去公所申请农损的补助。政府若想办啦，因为你全部园拢无打拢啊，种米已经伤到伊的本身的重心变袂大啊。这些农民出来发声，本正这阵乌麻啊，通成长到惨重的腰病管，不哩个说因为旧历6月到冬，不3时就落雨，地区早种的甲打种的麻啊，拢水上兼倒长，主要因为麻啊惊水。农民讲，这回有影食力，是这10几冬来上严重的。大家拢到白露，前10天开始伫种，种落了，才一直开始落雨。落到今安尼，阮大家农民嘛，去公所反映，拢无爱操管。农会有申报大概42公顷，可是全七港区可能100多公顷啊。昨天去看的话，大概都田里面的水应该都没有办法，也有一个田地已经都很高了，全部都倒下去。台南西港嘉义生活甲安定是种麻的主要产地，各地头拢陆续传出灾情。以西港来讲，初估有80公顷受影响。农会指出，若好年冬一冬会当收5万斤，产值300万。不过今年产量估算上少，减5成，这嘛连带影响到做麻粉、麻糖的产业。要做咱在地农产品的物件，这个季节嘛足关系啦。哎呀，你也无遐的原物料，你嘛无法度去做产品出来。公所这边把资料送给我们的县市政府之后，那未来
就是把这个资料统计到达，就是我们受害的面积无收获面积到达25公顷的时候，就可以启动这个灾害救助到现场去会勘。那这一部分的话，也会在很快的时间内完成。农会指出，受损的农民会当提出申报，农业部审查了后，会公告踮青麻天然灾后救助的区域。另外，市府嘛协助农民来做改作也是修建。记者李崇台南采访报道。该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电价审议委员会特别开会啊，因为立法院即马也未点头，也无同意要追加台电1000亿的预算。按算根据了解，台电的内部即马有提出上新的方案，会依持民生电价无要调整，也毋过工业电价会调悬14%，要来稳定咱国内的物价，另外兼顾台电的财务未继续恶化。新电价打算10月中也是11月份有可能会实施。来看联合报。中央银行有提出第7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要打压炒房。嘛是央行的理事，也阁有台经院院长的张建义，伊就表示，中央银行下动手是因为看到一寡数字，发现无出手是袂用的。也毋过伊相信讲，刷落来央行会提出配套，排除真正想要买厝来大的民众。来看《中国时报》。北中南最近拢传出枪声，包括副总统萧美琴，伊伫新北市永和仁爱路徛街边仔，警方昨昏伫永和要掠贼头，掠到一个姓谢查甫人，对这个嫌犯的车有开3枪，尾也是顺利掠到，也毋过嘛惊动副总统的警卫，也阁有国安单位。副总统萧美琴昨昏是伫网络顶头回应讲，当时伊无伫咧厝的，伊嘛对警察讲，警察辛苦啊。咱台湾有一个自治会的查甫人8月底去中国的上海，尾也说失踪拍无去。之前中国国台办有对外证实讲，因为伊牵涉诈骗，即马当地接受调查。昨昏国台办佫一摆表示，这个查甫人牵涉真济所在的诈骗案。也毋过即马人到底伫倒位？为什么无依照往例通报咱台湾？国台办无正面的回应。咱国22岁世过查甫人8月底入境中国上海，失联要1个月了后，互中国国台办证实因为涉及真侪地的诈骗，当地接受调查，毋过无讲人方关伫倒，含敢毋做相关协议通知咱这边和伊的家属。这次有没有依照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协议通知台湾跟他的家属？大陆方面严格依法办案，会依法保障其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至于两岸协议执行受到影响的原因，众所周知。咱国的海基会和中国的海协会伫2009年签司法合作，对涉及两方的民刑事调查处境和仲裁判决交流，应该及时通报。不过2014年艺人郭振东在大摩伫北京访掠的时阵，中国就无随来通知咱这边。根据中国的刑法，照诈骗的轻重，上轻判3年，上重会当告无期徒刑。和世过查甫人家属有够烦恼。他本来是同学要跟他一起去，可是后来他那个同学没去。去大陆的行程讲的包装的很好，他有跟朋友透露，就是在台湾讲的跟去到那边做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是怕说他是在那边被威胁还是被怎么样才会去做那一些事情。我只希望说能安全的回来啊，也会担心他在那边他现在这样子。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希望陆方不要仅仅只是很简单的一些说法了啊，能够尽快的寻机制来跟我们通报他目前的整个状况。咱国的海基会发函予中国的海协会点问，但是甲打拢无收到回应。海基会佫一摆呼吁中国应该透过相关机制保持双方的沟通，来保障当事人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民主基金会昨昏召开董事会处理执行长的人事案，有风声讲哪日对执行长的人选一直无共识，也毋过嘛有人讲外交部长林佳龙对8月份开始就紧接和立法院长韩国瑜直接提出善意，来讨论执行长的人选，尾也有达成共识，由廖达基来做执行长。台湾民主基金会25早起举行董事会，身兼董事长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原本是属于政大教授罗业中出任执行长，不过会后结果其实完全无同款。韩国瑜亲自宣布由代理执行长中山大学英语退休教授廖达基出任执行长，3名副执行长是罗业中、前驻纽约办事处长李光章，也有前驻印度公司邓伯明。所有的董监事都一致通过，我们非常感谢廖达奇教授愿意接任我们执行长，为了台湾民主的工作尽上更多的努力。卢业中教授
他的学经历也非常的丰富优秀啊，也担任过之前的副执行长，所以我们董事会一致通过，为国举才，都是一时之选。台湾民主基金会简称 TFD 是中华民国外交部主管的公社财团法人，希望经由民主政党、民间组织力量，扩大台湾参与全球民主小接，也佮稳固民主实质。民主基金会董事长按例由立法院长兼任，过去8年，民进党伫立法院取得多数席次，同时接压董事长甲多数董事。毋捌伫执行长的人选顶面发生问题，不过这届国会在野党较侪，毋若进前韩国瑜接任董事长，听讲有客调咧，就连执行长人选也出现无同的声音。相关的人应该都是有经过蛮多深入的沟通，那很高兴大家能够在跨党派的基础上达到共识。根据了解，外交部长林佳龙对8月起就一直小招韩国瑜来针对执行长人选来做讨论，展现这个诚意，只要成功来处理共识。新任执行长廖达基也讲，董事会伫非常平和的气氛下，大家无异议通过这摆的人事案。在会场上大概就是5、6分钟，是无异议一致通过。努力上面我们是绝不懈怠的，所以他期待我们继续擦亮台湾自由这个自由民主这个招牌。廖达基讲，韩国瑜认为台湾若是要行出去，有3支脚，分别是维护中华民国的主权、维护自由民主体制，台美关系相当重要。民主基金会未来伫自由民主的领域一定会更加打拼。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清华大学伫昨昏是颁发英语讲座教授予日本学者小笠原。小笠原是正侪届成功真正有准去预测咱台湾选举的结果。伊嘛表示，伊真欢喜真做清华人。伊讲，伊未来会留点台湾，观察咱台湾的政治。今仔日伫即个所在，会使互大家我感觉非常非常欢喜。演讲一开始，先用台语甲大家拍招呼。来自日本的小笠原教授，过去研究台湾政治约30年，慢慢一摆正确预测台湾选举结果。今年清华大学特别邀请伊来上课，针对台湾政治参选举议题开课，连面间未少学生小齐报名。会先提供他的 PPT， 然后是一个很精美的，然后很有系统性的逻辑，然后介绍他的方法论，然后还有他在地方派系的研究，还有也会提供台湾相关的文献，然后关于台湾的地方政治和基层选举。老师他过去在云林在一些地方派系的研究上面，他可能有一些这个跟地方过去有比较可能有江湖气味的这些地方政治人物去互动的时候，其实让同学们其实觉得蛮新奇的。小笠原教授几啊摆正确预测台湾的选情，所以有一个封号或者选举之神。小笠原讲，伊真欢喜有机会来台湾教册，而且台湾学生上课拢真认真。面对目前两岸方面相关议题，教授也提出家己的看法。5月的赖清德就职演讲，他明确说他是继承蔡英文总统的维持现状的路线，这个是让日本、美国原来担心赖总统的方向的人是放心的。习近平方面呢，当然是想要改变现状，但是不至于台湾说台湾要维持中华民国的体制的时候，那不至于马上来用武力来攻击台湾。这个是我们深入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或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政策的学者来说，是几率是比较少的。清华大学校长高桂元讲，过去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有真侪人流汗、流目屎，甚至付出宝贵的性命。未来希望透过小笠原教授对台湾政治观察，帮助学生更加了解民主的重要性，提供学生更加开阔的世界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昨昏伫联合国的大会上尾一届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发表演说，伊搁一摆强调维护台海和平和保护半导体先进科技的重要性。另外，G7的外交部长嘛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即马针对美国总统大选，有一份上新的民调是显示讲，美国的选民认为川普处理台海的危机表现会较好，也毋过认为讲真正出代志，何日内才有可能会出兵保护台湾。
美国总统拜登24日聯合國大會告別演講，再一擺講到台海局勢。The United States is unabashed, pushing back against unfair economic competition, against military coercion of other na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and protecting our most advanced technologies so they cannot be used against us or any of our partners. 迄一天，七大工業國集團 G7 外長佇聯大場邊見面了後，發布聯合聲明，有關涉台內容指出 ，G7 佇台灣議題基本立場無變，包含過去所聲明一中政策，對無需要用國家地位做前提國際組織 ，G7 支持台灣正做成員，無要求國家地位嘅組織 ，G7 支持台灣用觀察員或者是來賓參加。另外，美國總統大選進入倒頭算，賀錦麗甲川普對台海危機嘅處理應變，根據智庫全球時報研究所上新嘅民調，第拿中國武力犯台，搖擺州58%選民認為川普更加可能有效應對，賀錦麗是42%。第全美選民方面，因為川普更可能有效應對比例是53%，賀錦麗是47%，顯示賀錦麗外交政策環境不如川普明確。在保護台灣方面，民主黨嘅人甲共和黨人支持比例差不多同款，分別是44%甲45%贊成。不過，甲想要投予川普嘅美國成人選民比起來，想要投予賀錦麗選民認為，美國應該出兵保護台灣比例懸出18%。公視新聞黃文玲報道。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即馬是愈戰愈凶。真主黨昨昏空襲以色列了後，即馬以色列嘛放調講要展開地面的行動。拜一日時，雙方爆發嚴重的衝突。在黎巴嫩即馬是造成569個人死亡，1900人受傷，而且還有超過9萬人有路無厝。美國和法國當地做共親的協調，希望黎巴嫩的政府會當達成4禮拜的停火協議。因為聯合國安理會即馬針對黎巴嫩這個問題嘛，當地開會討論。以色列南部紅海港市阿拉特遭到無人機攻擊，伊拉克親伊朗的伊斯蘭反抗運動民兵組織講是因做的。第二擺攻擊讓以色列軍方哪吒有人受傷，以軍表示無人機是為當兵飛過來，這擺攻擊造成的損害不大。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黨繼續交戰，真主黨自5號早鎖定特拉維夫郊外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總部發射一粒卡德灣彈道飛彈。真主黨表示，最近對黎巴嫩真這擺攻擊攏來自摩薩德。以色列軍方表示，這是第一擺附有真主黨發射的飛彈，拍在花特拉維夫附近，不過已經拿走。另外，真主黨閣發射真一粒火箭彈攻擊以色列，以色列軍方愛部隊做好準備。שחיזבאללה הכין אותו כמוצב צבאי גדול, עם תת-קרקע, עם נקודות שהות, עם מקפצות, לזנק לתוך השטח שלנו ולבצע התקפה על אזרחים ישראלים. 在黎巴嫩南部都市泰爾有一個87歲法國公民在激烈爆炸當中，因為大建築物倒去死亡。法國、美國已經就加沙甲黎巴嫩和平問題來造總。Mes pensées fraternelles vont au Liban et au peuple libanais. Le Hezbollah prend depuis trop longtemps le risque insoutenable d'entraîner le Liban dans la guerre. Israël, quant à lui, ne peut sans conséquence étendre ses opérations au Liban. 黎巴嫩一官員表示，初步希望黎巴嫩政府應講成4禮拜停火協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甲波斯灣合作理事會外長嚟盡力促成黎巴嫩外交進程，來避免全面開戰。公視新聞黃文玲報道。瑞士協助自殺的團體最後避難所執行長，包括伊在內有4個人互抓去。瑞士警方24宣布，因是以引導協助西人別人自殺的罪名抓到因4個人。瑞士協助自殺團體最後避難所7月向外界介紹這個叫做照管外形親像太空艙的單氣自殺艙，就把有個短短幾個月來的人在無醫療監督之下，用這裝置結束生命。結果，一個得到嚴重免疫系統疾病64歲美國婦人，23在瑞士沙普豪森州的心靈死在自殺艙內底。警方接到報案了，用誘導協助告訴自殺的罪名，抓4個甲案情相關的人士。根據了解，最後避難所執行長威勒特就是其中之一。另外有2個瑞士人，加一個荷蘭報紙的攝影記者，內政部長施奈德23在瑞士最高行政機關聯邦委員會特別強調自殺艙無合法。Sarko-Suizidkapsel ist in zweierlei Hinsicht nicht rechtskonform.
Zu einem erfüllt sie die Anforderungen des Produktsicherheitsrechts nicht und darf daher nicht in Verkehr gebracht werden. Zum anderen ist die entsprechende Verwendung von Stickstoff mit dem Zweckartikel des Chemikaliegengesetzes nicht vereinbar. 虽然瑞士是全球少数几个允准协助自杀的国家，不过这种暂时自杀场在当地依然有高度争议。反对者烦恼以现代化的设计会美化自杀，再加上因在无医疗监督情形之下，让使用者家己操作，也是一个问题。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2架军舰13时驶过台湾海峡，行使自由航行权。NHK 就报道讲，一架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军舰25嘛用同款的理由通过台湾海峡，这是头一届有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继续关心美国洛杉矶发生公车劫持事件，嫌犯也乘去坐公车，当时车顶有司机和2个乘客，司机是赶紧报案，也毋过这个司机嘛真冷静驶车，警方伫街路是放钉仔，拄破链仔了后，把这架公车砸落来，抓到嫌犯。嫌犯当场有导航，也毋过有一个乘客受轻伤，送病院不幸归往。咱台湾的天主教、佛教、道教一贯道也有朝天宫，等等加强10个宗教代表组团去梵蒂冈访问。今日冒含教宗方济各见面，教宗是真欢喜台湾各种宗教会当和平相处。伊嘛本身笑问这成员，讲问因普通时啊敢会冤家。镜头转过来关心，台中的公车弄到2个大学生，造成1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昨在有18东海大学的学生去发生车祸地点去抗议，要求政府爱重视过路人的路权。路口要停让，路口要停让。10多位东海大学的学生来到死亡车祸路口，举标语抗议争取行人路权，而且设路口2日。东海大学2名女大生22号暗时伫咧台中市中区去予剧业交通305公车弄到造成死伤，学生会批评道路环境对行人无友善。台中市的行人环境也不够完善，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路口并没有外推人行道。而为了弥补大众交通运输工具的不足，有些公车必须要绕到很狭小的车道。事发了后，台中警方宣布为24号开始连续执行3天的大执法，针对汽机车无暂停让行人加强处理。不过民众并无认同。以长期持久性来讲的话，效益不大。市府则拄仔讲要重新检视强化20大肇事路口安全措施，但是对照警方提供今年顶半年行人交通事故死亡28人，所意外发现死亡地点拢无伫咧重大肇事路口。行人零死亡推动联盟批评头痛医头，重点是伫咧规个交通道路设计系统性的问题。那其实如果你只检视这个事故的几大路口，你哪怕是20大、100大，你这些101后面的都会有发生一样的问题。真正该检讨的是整个交通系统性的问题。交通局与柯业者于9月23日起，于多处路口实施联合稽查。交通局也将持续派员至高风险路口进行稽查作业。交通局强调，已经要求市区公车业者落实路口转向停看行，而且为23号开始，甲业者伫咧各大路口举行联合稽查，只要是无落实的开罚，后续会修订免费行车契约，制定重大事故的罚则。另外，东海大学表示，已经找到律师，会义务替2名死伤的学生拍官司讨公道。记者台中报道。台南有一个计程车司机，互乘客会当用电子支付来纳车钱，但过伊的口座煞常常互变做警示口座，无法度搁用，而且伊搁互当作是诈欺的强犯。伊赶紧提出相关的资料，向警方证明家己的清白，伊的口座才解除警示。伊若即马，真侪计程车司机拢真烦恼，讲即马诈骗遮侪，而且因搁无法度经人客，惊无代无志受牵连。伫台南开倒案计程车的计程师差点要食死诈欺的强犯。今年5月，计程师经由朋友介绍一个有约的人客，当时经由 iPass Money 支付467块车钱，不过最近伊的户头却是无法度来使用。伊去问银行甲警方，才发现讲，家己的户头已经被列做警示户头了。本分局侦办诈欺案件，循金流查出其中一个联防账户为该司机所有，
经司机向本分局说明，并提供资料佐证，厘清未涉及诈欺案。计先生提出资料来证明，甲警方证明讲家己清白，并无涉案，警示户头才用解读。这个诈骗是层出不穷啊，所以这部分就是只能自己也没办法自己小心呐，就是只能透过警方跟银行那边来帮忙协助。因为咱保这边嘛是迄个现金支付嘛足普遍啦，哎呀，看北部那边要输也是往改装啦。因应这个时代，坐计程车除了现金来付钱，也增加多元支付方式，互人可以使路卡、电子支付。要么计程车司机无多来经人客，其实反倒当互诈骗集团利用，甚至有人载到诈骗的车手，也要配合调查。公司里面都有 GPS 可以调那个记录起来，所以你根本如果说你今天刷卡都还是从公司花那个支付这种金额给司机的。警方防堵这诈骗行为，拆解金流户头，不过愈来愈流行的数位支付，恐惊真侪新的洗钱方式。车队的系统后台除了保留路线甲收费记录，也建议司机加装这个行车记录器，家己加一个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争议未少，昨昏就有民间团体同齐开记者会，因是表示，因调查发现讲，咱台湾招目生囝是还未合法，也毋过有人已经偷偷咧做煞了后，说反悔讲无爱治啲囡仔。依照目前规划嘅草案，敢若会当罚钱尔。这团体是建议，针对这个草案，应该爱先好好讨论，才送入去立法院。拒绝国造孤儿。来自全台妇幼团体代表自古早起联合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尽快将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送入翻议审议。因为台湾大因还未合法，2001年就发生台湾翁某到俄罗斯找大因生囝，了后煞弃养的事件。因为草案若通过，因讲是制造更较侪孤儿。不要贩卖儿童是全世界的共识，可是我们的价钱既然标码100万，你就可以把这个孩子丢掉，那更不要讲说最近已经有新闻。为团体调查发现，卫福部国建署所提出的草案第55条，对弃养大因干来罚钱了事，而且干来罚至10到100万。另外，透过关键官能生落的囡仔，干来伫分析甲医疗需求前提之下，才能知影部分生殖细胞资讯违反儿童基本人权。他都不知道他是捐精捐卵的后代，那么有可能将来他去交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有可能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人发生关系，造成乱伦。现在就会跟这个法务部啦，什么相关单位来去做这个讨论啦，因为这涉及到那个法则的部分呢。国建署回应强调，对儿童上好的权益部分，第一甲法务部等相关部会讨论修正草案法则了后，报请卫福部甲行政院审议，搁送立法院审查。另外，是毋是暂缓修法，交由立法院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高铁拍算存登到屏东这个案，目前有2种方案甲选择。除了是对左营到屏东，另外一种就是先经过高雄火车头，才驶到屏东。拜节时，交通部长陈世凯伊表示，为着要避免交通的黑暗期会甲黑的路线影响公交上架，因那行政长杜英泰是表示，总共地方有共识，会当愿意做出决定，就当量早来做。也毋过高雄市长陈其迈认为，无论讲是选倒一条路线，拢希望会当减轻影响，拢应该爱先做评估。来到高雄火车头附近的商圈，部分的店头拢大单广告，讲要卖还是要做。看过去，规条街路并毋是每个店面拢在营业。到底高铁要走到屏东的路线，敢会经过高雄火车头？当地的店头拢真关心。高铁能够进来到市区哦，已经对我们南北平衡有很大的帮忙。高铁敢会按左营拖到高雄火车头？目前也未定案。不过高雄市长陈其迈讲，高雄铁路地下化已经乌20栋，拄乌煞，即马阁要乌10栋。对四维铁柱交通相关的发展，都无共程度的影响。经过审慎的评估，来减低对整个城市道路交通的冲击。如果是从左营拉到屏东的话，车子没有足够的机场可以转弯的状况底下，可能是倒退路啦，倒着走到屏东，所以他们认为不可行，不要造成大家的黑暗期。就是我们会大量用浅盾，不会用明挖。行政院长杜英泰表示讲，为了高铁运输甲高雄市的发展，向南经过高雄车头，若是地方有共识，愿意做这个决定，
量早实施。那高铁的南向屏东路线，除了左营到屏东，经费619亿。另外一条是按左营经过高雄迄车头，再搁到屏东，爱开1275亿。不管高铁的南延或者是东延，都是希望变成环岛的高铁。相对于它带来的效益，我觉得它的工程上的这个冲击，值得我们去接受这个挑战。经过高雄车站，优点当然就是说我列车可以继续开，整个营运上来说会比较顺畅。缺点的话，我要经过高雄市区，要用地下的方式，工程经费往上增加。交通部长陈世凯捌讲过，高铁屏东案上近年底定案，有专家建议讲，关于高铁的路线，未来无论是往南还是往东，拢要有久久长长的整体规划甲考量，才当帮助高铁的路线更加健全。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大埔杂水门爆化车路分化工程即马在做，官方是宣布讲，对10月份开始，会甲中山路以西爆化车路这个所在，要封起来，封3年才久。民众认为3年实在是伤久啊。也让工部处是表示，主要是因为这工程需要下过国道1号和台铁的纵贯铁路有较好做，所以是建议民众提早规划行别条路。管手伫河床伫学，伫大型钢条是放伫河道顶悬。彰化市大埔水沟爆花道路的拓宽工程，就要进入到2区段。官府宣布，对10月开始，第一线中山路以西爆花道路的路段会全线封起来，封3年4个月。因为爆花道路是当地来往东西向较近的路，有人烦恼比交通黑暗期，但嘛有人讲西北条就好。习惯走这条路是绕捷径嘛，你如果要走其他的路的话，等于说你时间上会拉长。你上班要提早，但是如果能够缩短的话，当然是最好的。封3年了，应该不至于，不会吧？不会影响，因为工作不是在这边呢。他走边条，对啊。大埔集水沟较早拄着大雨就开始淹出来，无法度只好封爆花道路。中华县政府开34亿做拓宽工程，起点是台19线中水桥，往东去下过国道1号和台铁的纵贯铁路，一直到中兴路口为止，全长是4.5公里。完工了后，爆花的南北边拢会拓宽做9公尺宽的双线道。工务处讲，因为工程牵涉铁路和高速公路，大部分干那会当伫半暝做，时间有限，加上要兼顾安全，工期才会久才长。穿过台铁，因为台铁底下的过路箱很小，电车现在走，防护措施还有施工的时间都缩短了。公安局那边对整个交通维持审查很严格，替代路线都要先做好规划。这个部分我们都同步在进行当中。官府强调讲，中山路以东的路段去年已经动工，按算在2026年的年底完工。这摆封路的西段，建议过路人伫封路的期间，会当对中山路经过中央绿桥、行轮美路，还是经过中水路，才会替代路线，闪过交通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新闻学之父赖和，除了伊是医生，嘛是抗日运动主要的人物之一。伊的文学作品有写出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人的剥削，和当时台湾人困苦的生活。赖和中华的赖和纪念馆就举办导览活动，带民众来了解赖和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梦天父。这篇出家归家是作家赖和伫日本统治时代，因为参加设置议会的清源运动，互日本政府抓起来关。出家的时阵所写的7件4句，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除了是医生，嘛是抗日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设置中华的赖和纪念馆收藏侪侪赖和的字画、手稿，嘛举办导览活动，带民众认捌赖和的生平事迹。有一本册叫做《人皮追求赖和》，我有淡薄仔无熟悉这个意象，所以我今日坐火车来熟悉这个意象。之前我较粗浅的了解的是，伊有做一寡文学作品，伫日本时代为台湾人发声。不过其实我无知影伊有遮侪艰苦的过去。原来伊伫咧台湾文化协会内底，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1894年出世的赖和，伫16岁迄年考到台北总统府医学院。
1917年当中华开病院免费替散车人治病。1921年参与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关心农民、工人运动。2摆因为治安警察法，互人列入监狱。100年前，伊追求的公平正义勇士党位义斗争100多年啊，咱的社会也是不公不义的代志足多啊，所以我足希望大家听到赖和的故事了后大家要有迄个正义感，来个为这个社会个打拼。纪念馆表示，赖和的作品充满对社会艰苦大众的关怀，希望透过导览，让大众认捌赖和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做伙思考什么是公平正义的社会。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国内65岁以上失智症的人口大约有35万人。因为高龄化关系，未来失智症的人口会逐年增加。有民间团体带失智症的长辈做艺术治疗，以及因认知的功能。即马嘛替因举办画展，希望各界来关心失智症的议题。我这是画在淡水的景色，淡水就是有小鸟，有风筝。有新鲜，这是木栅栏。斟酌小街一百色水显目的图，这是今年68岁的郭秀珍画的淡水风景。郭秀珍有重度失智症，不过这并无阻挡伊出国活动，颠倒积极参加民间团体办的艺术治疗课程，以及伊的认知功能。过程当中，他能够自在的跟旁边的志工聊天，开心，说他以前的记忆，慢慢的把他脑海中的景象画出来。的那种成就感是非常特殊的。按照卫福部的估计，到今年底65岁以上的失智症人口数会有35万人，2031年会增加到47万人，2041年可能达到68万人。台湾人口老化，未来失智症患者会对咧增加。根据失智老人基金会的统计，有80%的患者拢是踮社区生活。安怎提供优先的社区资源，是未来政府的施政重点。家属或是照顾者陪着这个失智长者可以得到一些比较正确的活动，让他们这个在认知功能方面在身体功能方面得到一些帮忙。基金会也建议要增加社区内的失智症优先据点，让失智症患者透过据点得到帮助，也是参加课程减慢恶化的速度。另外，基金会也认为据点是真好的宣传地点，透过据点办活动，也通让社区内的民众了解失智症，预防失智症。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成立超过10家子的中华共享剧剧团，最近有推出线顶的台语教学戏剧，用新闻话题来广告，讲互囡仔听。阿婆，你有水哦？水哦，我虽然食到80外，不过我算个淡薄有算水。那不是那个水，那是清明的那个water。哦哟，水呀！这身金毛的喜羊仔看起来真明显，原来伊是美国的前总统 Trump 来到台湾做志工，台语煞讲了袂练到。只好请回答的执行长黄玲芬的 AI 倒翻译，讲迄个掌中剧团这出创新的戏剧，大咖的囡仔人看甲是目睭瞪甲大大泪，嘛笑嗨嗨。这就是人工智慧的厉害。哪呢？这川普这台语讲不通，你有无问题啊？会使用这个 AI 来学。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就安尼啦，这台语伊讲会晓讲到袂晓这个发音啦。来自中华的宫廷剧演出传统的布袋戏超过1家子啊！最近剧团嘛开始写华语安尼讲、台语安怎讲的台语剧本，戏剧内容嘛结合新闻的话题。因除了去学校生活演出，嘛甲因所翕好的台语港语影片放伫网络顶。用喜羊仔讲笑开，互大家伫生活当中学台语。哇，这句应该台语是饲鸟鼠夹布袋。哦，这就是大家常常咧用的方式啦。注意听哦，养马如保气，马不保气如保家。这马就是鸟，家就是厝。哎呦，这有理哦。台语跟国语来做比对，原因是因为这
即摆发觉足侪学生囡仔真正是听无咱的台语啦，所以咱必须爱50%，互因会使对，互因会使听有。考虑到学生囡仔台语程度无共款，剧团用轻松佮简单的台语，互传统的布袋戏对时代进步，嘛吸引学生看戏兼学台语。记者邱朝阳，屏东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中国今嘛伫网络顶悬有一款微底剧，这2-3年伫网络顶悬真抢，台湾嘛看会到。啊，不过这剧情有一寡暴力、喊鼓，无就是有争议，所以中国对6月份开始已经加强管制。今嘛咱台湾有学者嘛烦恼讲，现代人都较无耐性，所以这款成本较低、回本较紧的网络底剧，有可能会影响咱台湾的影视产业。根本就是个没爹没妈的野种。中国这2-3年来真流行网络底剧，可能一集5分至10分钟，甚至有的个愈短。真侪题材，亲像阿爸总裁，也是一间山、二间步、3间起大厝，这款节奏正紧，伫短短几集内，观众都通看到精彩的内容。有愈来愈侪影视人才投入这个产业。根据中国数据，平台评估，今年的市场产值可能会超过新台票2100亿。6月1号，就今年的6月1号这个短剧新规之前，基本上就是每一个他这个故事情节特别夸张，特别无厘头没道理的什么，你比如说昨天还是个乞丐的，今天突然就变成个亿万富翁了，给人一种虚幻的那种梦。不过，因为有一寡剧情伤暴力、喊鼓定引起争议，中国伫今年6月加强管制，要求要报进前要先通过审查。事实上，这个中国网络电剧，台湾观众在TikTok、快手还是 YouTube 等等拢看得到。有学者就烦恼，这款电剧唔会互人看解条例，追求快速得到成功的剧情，嘛会互人失去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这种短视频看这的时阵，伊的迄种思考，因为你真紧就要得到答案，你中央无辩证。所以你所有的物件都是对甲唔对，唔是黑的，都是白的，这种二元对立，你中央无对话，你直接都是冲撞啊。另外，学者嘛指出，这款网络电剧资本家拍片的时间短，无要追求有路的分镜、逻辑和情绪，随时对观众的反应来写剧本。对真侪投资者来讲，回本的速度更紧。学者嘛烦恼，这款的短片恐惊影响到台湾的影视发展。我1亿元，我可能可以投30支或者是50支，而且我回收期很短，不行的话马上止血。请问一下，你若是资本家，你要安怎投？咱当然是去投微短剧。学者表示，网络电剧也是影片，无论 TikTok、Shorts 还是 Reels， 针对会危害身心健康的内容，台湾政府拢应该积极和影音平台沟通，也是参考外国的管制措施，优先保护囡仔，避免网络环境和社群媒体的负面影响。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镜头来澳洲明日本海洋生物水族馆，即马有一只真高大的国王徛牛仔囝，伊只9个月大尔，不过伊的体重已经有23公斤半，而且一凭伊的爸母加起来也搁较重。这3只徛做伙，看起来是有够高水。伫墨尔本海洋生物馆这顶徛鹅内面，你一定会看到伊滚滚这只，伊是今年以来唯一一只国王徛鹅 baby， 目前是9个月大，规身躯有咖啡色的毛，但是伊的体重已经来到23.5公斤，比分别71公斤的爸母加起来搁较重。一口罩3只徛做伙，看起来是小可怪怪，但是搁真趣味。He's a baby penguin. He was born on the 31st of January this year, and he's large and brown and fluffy, and becoming the largest penguin here at Sea Life Melbourne. 采用员讲，这只叫做佩斯托的徛鹅 baby， 拄出生的时阵才200公克，即马变做安尼肥肥，主要是因为伊的胃口真好，逐摆采用员来饲物件，伊拢是第一个有反应的。目前伊一工都要食30只鱼。虽然讲佩斯托的体重一直起哩，采用员讲伊嘛是真健康，而且差不多过2礼拜，伊就会开始当大人。He's going to start losing that really adorable baby fluff.
It might take you 1 to 2 months to really get rid of it. Then you'll be nice and sleek and streamlined. 超用员工到时佩斯托的胸坎含头，就会出现真水的黄色、柑仔色的斑地，而且亲像因爸爸同款，穿遮因头的乌白有尾的礼服，这个过程会用伊真侪能量，伊的喙斗渐渐袂较好，体重自然就会降啊。在佩斯托变身进前，伊受欢迎的程度含伊的身材是正比。相关影片伫社群网站是成全球超过19亿人点来看，还有真侪人专门是因为伊的名声来到海参馆，要亲身来看伊项链，阁有够古锥的风采。公司新闻站回面编译。天气报你知，含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有3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是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1度；外岛25度至30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众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